特別新聞報導，特別新聞報導，又有某一間地鐵公司嘅列車再次相撞。今次都係信號燈問題。而家交俾記者，敬請留意。好啦，而家就交俾記者啦。好啦，兩列即將進站嘅列車呢，係連環，係一齊相撞嘅。我哋一齊望下，佢哋個車頭呢，佢哋一個係車頭，一個車尾呢，佢係被撞嘅，被撞毀過嘅。今次涉及信號燈問題，車長暫時沒有人被捕，但係呢個位嘅車長有輕傷，其他乘客沒有問題。現場係比較混亂啲嘅，呢啲列車沒有被受到損毀，只係車頭嘅啫。而家交俾新聞台。好啦，我哋收到港鐵公司，唔好意思講錯咗，係某地鐵公司表示致歉。佢哋會加強巡查信號燈問題。多謝收看呢一次嘅特別新聞報導，再見。